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祖绕境，昨日来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，停留2天1暝了后，昨暝起驾回銮。庙市的4颗练灯引入到大批信众来参拜，大家是小姐用手机啊，要来翕妈祖的金身。啊，这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现身来护驾，因暗妈祖的銮轿就会自驾入个婚林西里的福兴宫。大家镇南宫天上圣庙。手举清香，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、甲奉天宫董事长胡达宏，也有嘉义县长王忠良三人伫奉天宫准备大甲妈要起驾回銮的仪式。现场早有真侪信众要来看妈祖的金身。祭拜结束，妈祖身上被护送离开奉天宫的神坛，这些信众拢围过来用手机啊翕妈祖的金身，希望会使得到妈祖的保庇。回銮仪式结束后，信众更加是收正这水果甲祭品。今年为着防疫庙方严格控管人流，杀入妈祖身上，伫庙方人员的接力之下，干来用6分钟就请入神轿内面。伫起马跑了起驾回銮，沿岸会伫婚林西的福兴宫，17会伫中华宝岛的天后宫，19会伫清水区的调hình宫，20会转到大甲镇南宫，结束9天8暝绕境行程。